各位弟兄，大家平安。这是咱礼拜四最近的主日礼拜。顺着，我要专心感谢你，伫遮的上帝面前要唱歌阿罗你，我要用你的圣殿跪拜，因为你的慈爱甲信实阿罗你的名，因为你互你的话最大，也给你所有的名。那这是要请敬拜赞美团传来阿罗上帝。感谢神，不论今天是晴天或雨天，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他。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站立，我们要一起开口来唱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上帝。Lord,
主的家。
救主明了晨曦，他是高山轻松摇。新的概念来告别咱信仰，听着真心实意真理，听主你的上帝，这个家是大的，也是头头的。但是你正亲像一个，你着听主你亲像家己。这条界是全部化甲身体的总统头，我用新的概念互你，就是一定着参听。
是咱的交通体英文伫个旧信息第一篇10个体英。无行害人的计谋，无挑罪人的路，无坐污人的位，你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法。你所思的，就是耶和华。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叫水给过去，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切成功。歹人是安尼，所以审判歹人跳袂牢。因为耶和华在义人的路。这是昨暗阿头所甲来祈祷。听到我俩宝贝天父上帝感谢你，伫个保守甲你恩典内底，你搁带领阮来到圣殿来敬拜主你，主给你帮助阮，互支持每一个人用拍开心门，用诚实的心来敬拜主你。主你知，伫79年前，台湾发生228的事件，致到真侪人安尼来过死来失去。主求你帮助阮，防查这个民主的假单。互带领台湾保守的每一个人，会通听阮的国家，听阮的报道，完全是带领阮的国家领导者，会通带台湾个日日向前来行，完全来帮助阮。当伫即时，若恳求上帝帮助阮，阮的教会有真侪兄弟身体拄着乌担当的代志，有做娱乐伊的健康，蔡文者伊的身躯，也是落叶生执事伊的邮寄的问题。感谢我真侪人，阮无提名的，上帝你也保守因，特别看顾因，但照顾因的人稍较低调，互因伫即时袂当来教会来组织，但是愿上帝你也照顾伫伊的身躯，互因的心灵得到安慰，愿上帝帮助阮。阮也知伫这新的一年开始，感谢阮会面对真侪挑战，真侪事工拢爱去进行，愿上帝。当三合节，伫伫靠阮的手来行，互伫新的一年会通平安来经过。互将今日的聚会放伫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大大来运行伫即中间。无论听的讲的，拢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甲保守。阮伫咧面头前啊，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这是咱要请圣歌队咱俄罗上帝，因要唱是救主在呼唤，祝福。
是咱所在强心上地话，记载伫个培育撒母耳伫上管第1章230个所在，上来听上帝话。撒母耳上管第1章第2节，伊有2个某，一个名汉娜，一个名毕尼娜。毕尼娜有囝儿，汉娜无囝儿。这人逐年对伊的本城上起祭炉，要敬拜，也要祭祀。万军的耶和华，伊立2个囝，互年非年罕伫遐做耶和华祭司。伊伫迦纳献祭日，分祭肉，互伊的某毕尼娜甲伊的囝查某囝，总是分互汉娜的上份，因为伊疼汉娜。若是耶和华关闭伊的胎，甲伊所做对头的毕尼娜大大激伊，要互伊忧愤，因为耶和华关闭伊的胎。伊就到耶和华的厝时，因为迦纳年年安尼行，毕尼娜又原激伊，伊就提口煞不毋食，搁抓落去第10节。汉娜的心内忧苦，祈祷耶和华来大提口。下元讲，万军的耶和华，你若可怜对我，看顾你的女婢的艰难，搁赦免我罪，去替你的女婢，赏赐你的女婢生查甫囝，我要互伊归伫耶和华到死人，剃头刀无到伊的头壳。20节，汉娜就怀孕，到时就生一个囝，家名互做撒母耳讲，这是我对耶和华求的。咱这是要请蔡长老来咱讲道，伊的对话是神所喜悦的妇人，神所喜悦的妇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讲用你祝福的心，用最高兴的心，平安。平安。平安。啊，好久没有看到你们，很高兴也看到几个好，我们有几个那个新来的弟兄姐妹们，欢迎你们。因为每个人你到神的面前，神必与你们同在。上帝今日三个地地，只要你到献受敬拜上帝，上帝你在这个中间，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你所定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让身心灵受创的主你的手抚摸着他们，医治着他们，安慰着他们。让每一个人到面前渴慕寻求义的人，主你跟他们同在，恩典满满浇灌在他们身上，因为你的爱透过主耶稣基督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们，讲到说，今天我们提这个题目是神所喜悦的妇人，应该是下个礼拜哈，下个礼拜是3月8号，但是我们总会的妇女事工主日是今天。是3月1号，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很久没有参加总会了。我是总会第一个大概推出进去最多的人啊，出来也是辞职最多的人。相对的，今天是神所喜悦的妇人。那么讲到妇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各位都一定想到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当初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天，他当然很沮丧，他经过很多的挫折。我已经讲过说，他连祷告的地方我们都去看过，那个祷告的地方砖头都被他祷告跪成一个凹形的。马丁路德每天回来就很沮丧，他四处奔波，大家都非常的排斥他，他找了很多本来以为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开始远离他，亲朋好友看到他像瘟疫一样都逃走。有一天回家，他看到太太穿着黑衣服，他说干嘛？是谁死掉？他说上帝死掉了。上帝怎么会死掉？说如果上帝没有死掉，为什么你每天都这么忧伤？同样的，有一位牧师有一天在外面打乒乓球完回家，突然看到牧师娘在收拾东西。他问牧师娘说：“你为什么要收东西？”他说：“我们要搬家。”为什么要搬家？我要搬到讲台啊！为什么要搬到讲台？哦，牧师啊，你每一次在讲到像天使一样，可是回到家就像魔鬼，所以我觉得我们家应该搬到讲台上面来。所以我等下我如果更快进入讲书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传道人应该自己警惕，不要因为我们的行为
不是好的见证，反而让很多人跌倒。这是我自我来反省的。所以我今天神所学的妇人，但相对的，我们也希望说，有很多神所喜悦的先生，神所喜悦的丈夫，神所喜悦的爸爸，神所喜悦的弟兄。神所学的妇人，我们今天先来大家一个选择题。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富翁，因为他赚了好多钱，赚了好多钱。现在 AI 很发达，我听说 AI 赚了好多钱，那个世界所变成本来第一个开始，现在已经变成辉达的黄仁勋了。哇，赚了好多钱。那听说台湾是管他的0.0里，那0.0里他说多少钱？139亿。哎，我一直觉得还好，我太太说139亿还好吧？美元。对，有。可是你赚那么多钱，为什么不拿出来做善事呢？我就觉得百思不解。可是人要人家的想法，不能说人家不对嘛，相对的，有一个富翁赚了很多的钱，就偷偷他的岁月，就一直没有结婚，到现在还觉得说，我赚了很多的钱，我应该好好来结婚了。所以他就回他的乡镇里面去，城镇里面去。到那边的时候，他就贴出报纸里面、电视里面都很多的广告，这个富翁要生太太。要选太太，哇，好多人就来报名了。你想想看，这个省了几十辈子的辛劳啊！只要嫁给他做太太，一下子就省了好几十年的辛劳，好有钱的一个富翁啊！哇，全村都轰动，最后选3个人。这3个人，他要的是什么？这3个人他希望品德相各方面都很好的，最后选3个人，然后同样的他就来考试。这3个人里面，他每个人各花给他1000块钱。他说：“我有一个房间不大，我这个房间，你们看谁能够买东西，将这个房间填满？那这个房间又有格调，又温馨，又丰满。”这不是听过了哈？我觉得你们应该都听过。但是等一下答案哈，你们注意听哈。第一个女孩子啊，哇，你买好多花。把里面撒到整个屋子里面，看起来很罗曼蒂克，哇，好漂亮的花，整个屋子都是花。那第2个女孩子呢？她说这个花怎么填不满嘛，就买气球，灌那个氢气，哇，气球飞满了整个房间，五彩缤纷，好浪漫，好有气氛，又全部充满。第3个女孩就买了一个蜡烛，把电灯都关掉，这蜡烛一点开来，哇！整个房子都充满着烛光。你们觉得富翁会选哪个女孩子？会选A 的人举手，那个就是买花的人举手。会选买很多气球的人举手。会选买了一根蜡烛让房间都充满的人举手。来，好，请放下来。答案是富翁会选那个最美丽的女孩子。上帝对我不是这样吗？我很有才能，我很有智慧，我赚了很多钱，我是大企业家，我是大事业家，我是高官，我是宰相，我是总统，我是行政院长。上帝一定选你吗？上帝选心向着他的人，所以上帝当初选那个撒母耳先生大卫那个高某为他为王的时候讲了一句什么话？上帝不像人看人呢，人看什么？看外表，上帝看内心。但是上帝选的是什么？你心里最美的那个人，心里最亲近他的人。所以上帝选的是什么？最美的那个人。我不管你是美什么，所以我知道，如果今天事业家的话，或者富翁的继承财产，听的故事一定是富翁继承财产，对不对？继承财产的时候，他要选一个接班人，那接班人一定用最少的钱能够成为最大的那个得到最大的福气，所以选蜡烛嘛，一根小蜡烛很便宜，可以充满着整个房间。可是人家富翁选的是太太，但是不要忘记哈，少年夫妻老来伴，我总觉得说美丽是一时的。我们经常在讲说，那个选妇人的时候，应该用诗篇箴言31篇经文31篇，才能妇人在给福音呐。用这一篇来讲，那边的时候有人读圣经是这样读的，说那边在讲什么？说你当太太的人哦，要每天做5这味的，
门口跟人家喝茶聊天，哦，这才是才德的妇人。我告诉你，如果这是才德的妇人，我劝你不要嫁。嫁给你这些好吃懒做，每天在那边你忙得要死，那嫁了干嘛？就像圣经都是这样解释的。但是今天我们用另外的一个例子来讲才德的妇人，来讲选择。我们一直都有太多的选择，最大的选择是婚姻嘛。你婚姻的选择，最大的选择，事业的选择，是以为是因为你随时可以换事业啊。但是婚姻的选择有时候你们一选下去可能是终身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一生中会面临到很多的选择。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非常的多，我们就不从头念到尾。大家这大家都很熟嘛，就撒母耳妈妈的故事嘛。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也告诉他们说，以前有一个叫以利加拿，以利加拿是住在法莲山地区的一个利未人，所以利未人以前都世代传承做祭祀的工作。他利未人，所以他每一年都会带他娶2个太太哦，中间有没有娶2个太太？大家都不敢讲话，都是没有娶2个太太的，真的吗？要害死一个人，他再叫他娶2个太太，2个算了。所以相对他那个以利加拿娶2个太太，一个叫他，一个叫比利拿。但是他很虔诚哦，变成利未人，所以他每一年都会上示罗去做敬拜。那为什么都不是到耶路撒冷呢？不要忘记，耶路撒冷是大卫时代以后才建立的，所以当时约伦会幕是在示罗的地方。所以他就带2个太太，每一年就会到那边去献祭。啊，这2个太太，他一个有生小孩，一个没有生小孩，有毗利拿有儿女啊，就是说出来在古代哈。人生女孩子都是罪过，一定要生男孩子。可是我现在我才觉得说，有时候女孩子才真像爸爸。在座如果没有生女孩，谁就生男孩子没有生女孩的？我赶快再生一个了，举手干什么？赶快再生一个了。生女孩子才觉得你这个世界会把你人生填满呢，才会觉得真的很美好。所以不是说男孩子不好，是女孩子更好。这感觉上就是很温馨。所以人家形容他是前辈子的前辈，就像我的女儿到现在我还在叫她宝贝，然后她说那我的小孙女要怎么叫？她所以叫小宝贝，反正老的都是宝贝。相对的。所以他真的很爱哈娜，可是以前他很爱哈娜，所以但是那个毗利拿就一天到晚在亏他，一天到晚在你看我有儿子，你看我的儿女在我身边，那你连生一个蛋都生不出来，每个人都在找他，在欺负他，你觉得他苦不苦？他当然苦啊，他也很希望能够生啊，但是就生不出来呀。所以他就很痛苦，可是他其实很爱他哦。他甚至虽然他只有一个人在祭祀念古代，他们那个时候祭祀完的东西，在分食的时候是非常神圣、非常好的嘞。所以相对来说，给他2份，多一份给他的那个哈拉给他太太，他当然不满足啊，他很痛苦啊。所以我们看到以利加拿对哈拉的爱是什么？是爱，可是一定要对这个人很金钱啊！你看，每一年他们还要献祭，旗下带去全部到示拿的地方去做敬拜。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们来教会礼拜哦，我要走好几部车哦，好远哦。人家要走路走几天几夜才能够去那边敬拜神。但相对的，我们看他是什么？他从本城就是。那个以法莲山地里面走，古代怎么走嘛？顶多有骆驼还是什么驴子把他们驮着，走到示罗去做敬拜。那我们看到什么？以前对他还是很爱，他给他3份呢。我给你多一点啊，你不要难过。一般的人1
以前的人有时候生有现在在做岳母的哦，现在这个种岳母的应该比较少，做岳母生不出的孩子啊，是赶走，人生都生不出来孩子，他就赶快跑到去，那个亚伯拉罕最明显嘛，亚伯拉罕生不到儿子，就干脆找他的秘密里面去跟他生小孩，生这个以斯玛利到现在，你看现在伊朗发生战争了，中东发生战争了，你说想一想，这上帝有他的旨意的。为什么要生一个出来？那个不一样的人，让他们，因为他说以斯玛利要成为大国，是真的成为大国，以色列是一个小国，那成为大国，以斯玛利的以后就一直在攻击他们。在相对的，皮拿对哈拿是非常的轻视，就我们这个现代社会也一样，我们总在无形无意之中在藐视人。昨天是228最近比较夯话题。是田秋瑾有接受委就坐在我隔壁的办公室，那么他访问之后就到我办公室来，就直接就拉进来，说希望能够访问我，因为真正调查出来那个307，其实307报纸没有写307了，其实那是307汇报，检总主导307汇报在主胆办案，我讲主胆啊，我在讲那个负责，真的是我写出6大点出来。完全主胆办案，录音带把它冲掉了，画像就把它突然消失都不见，整个重要证据突然都不见。好，我写出来以后，记者好奇，他觉得说，如果田秋瑾委任访问，让他接着我的访问下来的话，会很连贯、很整齐，林立修也特别为了这个也要来跟我道歉。可是，我就跟 CNN 跟中央社的讲说，拜托，我都不喜欢接受任何个人的专访，也不喜欢上报。所以你们会写看很多监察院报告而已，而且会看很多。如果你去看中视，看很多资深的调查官表示写很多，那不就是资深调查官？只要不是我的名字就好。但相对的，你会觉得什么？我们总是在轻视，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是很多人是真的被轻视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当然人权至高，可是我发现到这个时代有另外一个暴力。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人被轻视反而是因为人权太高涨。北艺，各位看到没有？是你夜市旁边不是一个打球吗？我去调查那个案子的时候，那个馆长在跟我诉苦，他说现在很不讲理呢，因为有某些特殊的团体说那个中间不是人家演唱会有摇滚区嘛，最中间嘛那个摇滚区，说那个摇滚区要保留给他们。伦理才可以进去，可是有时候他们不见得会来啊。可是你那个摇滚区会保留下来，那人家也对演唱者也是很不尊重啊。那最后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是什么？把椅子用移动式的，如果他们有来的话，给他们保留中间；如果他们没有来的话，把椅子看他们来几个啊，其他的就把椅子这样活动的。为了这个活动没花好几千万呢。所以其实我们人权很重要，但是如果把人权滥用到一定的极致的话，反而是侵害人权，我的感觉。好，这个不谈政治，再来，哈拉为了不能生育愁苦而哭泣。我们知道哈拉身上大家所写的哈拉都说哈拉很有信心的祷告，可是我们想想看哈拉做了几件事情，你觉得哈拉是？我们等一下我们读经下去会觉得说他的圣经里面祷告像醉酒一样，祷告得很迫切。可是你觉得哈拉是那天才祷告吗？哈拉就祷告了好久好久。我们经常跟神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在我们没办法的时候才说好了，到圣经里面我真的迫切祷告，我完全交付给神。我们都是到那个最后的尽头才交付给神。更重要的是，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叫攀比。攀比就产生嫉妒。拼啊！跟哈拉做什么？在攀比啊！我会生小孩，你不会生；我生儿生女，你都不会生，一个蛋都下不出来。我觉得会攀比呀，无形之中的攀比呀。哎呦，你看，我那个人奉献那么多，哎呦，我家比较穷，我这个奉献拿不出手。不要攀比，攀比会产生嫉妒。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再来我就快中式主日了，那个3月29号，因为这样攀比呀。
耶稣创造有力，耶稣可以一边赶鬼，耶稣可以让瞎眼的得看见，那个跛脚的得以先走，那个麻风的得到医治，让人死的都被活。这个古人怎么可以不是当牧师的料？这应该是当牧师啊，当法利赛人才对，当祭司才对，他怎么在民间游走？就干脆把他电死掉算了，免得后患。我们见过攀比，各位有印象？从小孩阿姨啊，咱啊，起个鸡啊，特别数拢考一百，你来考虑，你来考虑几分？有啦，我考12分的，我点名考12分，我第2分呢。我们从小就是攀比的，你看什么人家吼，什么人家，什么人家，什么人做在外头。为什么攀比？你明天攀比什么？你看我在神的面前，我真的每天读经祷告，我跟神多亲密，那才是值得攀比的。我们现在在世俗使血气的上要去，多来互相的比拼啊！攀比以后，更重要的是什么？会有嫉妒，嫉妒以后就会生害人心，这是圣经啊。圣经从那个先祖的那个亚当夏娃到启示录的耶稣再一次的来临，接着这么深就第6点，就是要看圣经的话，我上礼拜我记得我特别讲过，你们去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就是圣经啊，它是66章啊，前面29章讲的是旧约的事情，那个以赛亚预言以赛亚来29章是讲。那个最后3章下来到那个66章讲说以赛亚来了以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当你把以赛亚念完之后，你会发现，好像这本圣经都已经念完了。相对的，圣经因为我们从亚当夏娃里面，当时之后被赶出埃及的就是族长的时代里面，那么我们今天重要的在讲撒母耳。刚才在讲撒母耳的时候，有讲一件事情。个人任意而行。他们当初在埃及，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流浪的时候，神怎么照顾他们？可是他们就是慢慢忘记神了。别的各族都有王在带领他们，我们没有王，他们哪里有王？他们直接有耶和华，耶和华就有世事做代言的，可能不要。所以个人任意而行，没有人管制。没有人管制是很可怕的。没有人管制的话，就是说被人为所欲为。所以相对的，各位有没有想到，你在洗澡的时候，你很敢唱歌，对不对？不管声音多大多破唱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当时住宿舍，你都听到那种惨叫声，一洗澡就那种惨叫声出来我的耳朵来不及，他唱得高兴啊。可以出来叫他唱歌，到他面前唱歌，他不敢唱。一洗澡就唱，只要没有人，只要他自己一个人，所以我们经常，所以相对的，在400年里面没有先知我们所看到的，只有直到圣灵降临以后，我们开始才传扬，直到耶稣再来。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什么？撒母耳记事。撒母耳记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皮尼哈在那边一直在刺激哈拿，所以哈拿哭啊。靠啊！我的兄弟啊，你看我一个囡仔，拜托你啦，我当生啊，就是生不出来，我也当生啊。所以相对的，宜家拿自作自受。我下一个点，左右回看，谁家他要多几个太太？当初亚当夏娃上帝造的时候就造一个夏娃还是2个夏娃？造一个。但是一夫一妻耶，可是相对的不晓得怎么演变到最后啊，从埃及年里面，让我们可以跟神直接亲近。那是在亚当夏娃每天在晚上在灵修跟神一起在一起耶。所以神才知道，他说亚当夏娃，他吃善的果子哦，那你们在哪里呀？哎呦，不敢看你，我不敢看你，我赤身裸体。那相对的。之后，我们从亚伯拉罕，那么到那个出埃及到摩西出埃及，那时候神都还用他的士师，用他的使者，在为他们做导引呢。日间有一日夜，那等于整个的路程上就带领着
还不满足，等他们进入迦南地开始实施了以后，到末期以后，他们更任意而行。他们对他们来讲哎呦，这个好像没有看到。听到这里，那个我印象各位先生有没有看到上帝？各位有没有？你们看到上帝？那是因为上帝本身是无所不在的，他不是用我们能够看到的形式来看到，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没有上帝，所以个人在人里而言，相对的多极的悲惨。各位，因为这个关系我们自己看啊，从他开始，这些都是有名的人，不管有拉比、雅各、大卫、所罗门，这些人最后都死在哪边？死了几个太多太太。所以在座的弟兄里面，不管结婚，如果不管结婚没有结婚啊，拜托一个太太就够了啊，绝对不要再多太太，不要，而且不要在讲台上像天使，下去以后就像魔鬼一样，不要在教会里面像天使，一出教会里面像魔鬼。我们要出去外面的行为要比现在的行为更重要。第二个，哈山所学的妇人，我们今天所讲的撒母耳记第1章的10到11节跟我们讲说，已经祷告到最后，其实他有一个步骤，他自己先祷告，为自己祷告，所以他觉得说，这不对，我既然到神的那个会幕里面，那我应该为神而祷告。我在强调是为神而祷告，所以他开始祷告说什么？神啊，给我一个儿子，如果我这个儿子生出来以后，我就献给你，我不跟他低头，我就献给你。你敢这祷告吗？神啊，给我一个儿子，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好不容易生了以撒，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讲说，以撒带到山上献给我。我说这个神真的是很喜欢冲敌人种给人，好，你说无聊也好，说是怪的，这好不容易给他生个小孩，你要叫他到山上去献给你，神在考验人的心呢。所以相对的，他们不住的祷告，不知道祷告像怎么样，已经祷告到整个人在摇了。所以以利亚跟阿基在旁边看他在祷告，就说：“这个人喝醉了，好像醉酒一样，喝醉了。”他说：“你在干什么？祷告了那么多，我在祷告神啊，让我希望他能够给我一个儿子。”以利就跟他讲说什么：“你就平平安安去的啦，这些受苦的妇人，你平平安安去。”神对你的祷告，你有没有发觉到是对你的祷告有用的，而且你有信心呢？而我们到后面都有代祷节，在代祷的时候，你要相信神的信心。所以哈拿祷告完，以利跟他讲完之后，你觉得圣经那时候还有小孩啊？可是你看他的动作是什么？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就回去。就像你今天说完礼拜之后，你听到，你要知道祷告有力量，你要欢欢喜喜的回去。所以相对的之后，他就开始在耶和华面前，他们敬拜完之后，那么怀孕这种高兴，这个孩子是从耶和华来的。所以凡祷告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说祷告可以让我们与耶稣建立关系，这 OK 绝对没问题。祷告可以帮助我们生活试探，这个医疗试探的时候你要祷告 OK 没问题。祷告让我们确定跟神那是不是神的旨意，祷告能够成就神的工作。所以祷告是战争的武器，对不对？都对呀。但相对的，你会觉得讲一件事情，如果合乎神的旨意的祷告，神必垂听，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祷告？神都知道我要祷告什么啊？如果我祷告不合神的旨意，还是神不垂听，那还要我祷告？那神不是在糟蹋我吗？各位觉得问题？我祷告，你求就给你，对不对？求就会得着啊！我祷告啊，神没有听呢？为什么？神不是说我祷告就一定，既然神不听，那我祷告又说什么？我干脆不要祷告了，多浪费时间。我们要记住，这些礼物是神放在这边。那么你会做一件事情，第一个，什么是神的旨意啊？神已经有成见了，我们先说神的旨意在这里，让你有祷告。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你再怎么祷告都没有用，因为什么？
那个雅各书4章2节告诉我们什么？你们第一你们不求啊，所以没有祷告不会得到。4章3节，第4章3节告诉我们你们忘求了。我拜托神，我虽然没有钱啊，我也很难得去赚钱，拜托这张罗听说有10亿，我保证10亿我拿9亿，我只拿1亿，9亿就献给教会。我们这祷告是奉求啊，但相对你的祷告是神和神旨意的，就会成就。可是还有一件事情哦，如果你没有祷告的话，你的祷告是不合神旨意的，那当然我们就不否认，再怎么祷告，你不会得到成就。可是跟神确立关系，一个更重要的是，神的旨意在这里，已经要给你的，可是你不求啊，有没有？经常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常是不求哎。神你告诉你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你要不要嘛？可是你说我们不要呢？神你都知道我要了，为什么不给我？你是我的阿父嘞，做什么父亲？神要你求，你看你的心是不是在神的身上？是不是信神？是不是信靠上帝？所以他是符合神的旨意，你求就得到，你不求。有的时候刚才我讲过4章2节告诉你什么？你不求嘛，就得不到。所以你要求，然后说求可能不见得照你的意愿哦，因为你在他要当哦。但相对的，神有他美好的旨意，他可能给你更好的时间还没有到。到我这种年纪以后，我深深体会到，真的，你祷告一定有用，只是神要给你的，不见得是你开的药单。神又不是你指挥的，你又不是神，神会给你最好的，他会在最适当的时间给你最好的。所以像在约翰卫斯理，他说我们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祷告是让我们不会有偏见。什么叫妄求？妄求就是会有偏见。我们不会有偏见，我们的心慢慢向神，我们接着我们就能够在祷告，让神所许的祷告。什么是神所许的祷告？拿举例，不按痛苦的妇人，然后一看他在醉酒，照理讲应该把他赶走。我们在教会，如果我是牧师的话，有的人在那边祷告，哎呀，这个帅哥高，赶快走啊！我要关门了。我们就在赶人家，人家今天在祷告，我们在赶人家。可相对的，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反而跟他讲说，你跟他问关系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哎，这多美的一句话！你平平安安的去啦，免烦恼，上帝听你的祈祷。哎呦，你听到心里上就觉得，那就相信，那种信是从心里的相信，所以会有喜乐。啊，用想不是，好高兴，欢欢喜喜的回去。相对的，他面上不再带愁容了。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让我知道说这是祷告蒙恩。我再讲一次，祷告蒙恩。你们应该在祷告的时候，他的环境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嘛。先生也是同一个先生，一天到晚烧到他也是他的那个同样为太太的提议啊。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但是怎么改变的？信心改变了。我祷告，上帝会听我祷告，我的信心改变了。所以诗篇132篇告诉我，举步向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神而来。就像那个我们腓立比书4章6章7节是什么？他会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想的啦。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们在不要房子，不要玻璃，当你们祈求，会在你们保守你的。剥去你的心里的两袍，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祷告有没有用？有用。祷告可以蒙恩，得到神的喜悦。所以，这祷告他们有没有得到见证？有啊，神就给他们先敬拜。你看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们有小孩子，不是说哎呀，小孩子赶紧敬拜。虽然说那个哈拿因为小孩子还没有满意，他说我在家里带小孩子就好。那以他一赶快到圣所去敬拜。先敬拜，然后你们有行动啊，说有结果，又更重要是什么？要感恩。最重要还是感恩啊！凡是你们真的要感恩在神的面前，你就会觉得神在你身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他的先生对他来讲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要同心，而且要甘心。做这件事情，先生也要同心啊。
现在哎呀，不要我这个小孩的，不必什么关系，要同心啊。那同心概念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要得到神的喜悦。有一个叫王强，这个王强这个人哦，是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但家境很不好，所以他在大学毕业完以后，他同班，他那天班队一个女孩子，家境非常的好，爸爸开了他的公司，两个人谈恋爱。谈恋爱以后，他一直跟那个女孩子讲，我是个孤儿，更不敢带回家嘛。他家境非常差嘛，他是个孤儿。他说我是个孤儿，两个人就因为我们业务大公司啊，就开始举办婚礼。在婚礼之前，他一直想说，我妈妈没有来参加，怎么可以？争吵了老半天，就打电话给妈妈说，妈妈，明天我要结婚。在哪里？在那个地方，妈妈，你一定要来参加我的结婚。我没有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结婚。我说好，我会去的，你不要哭了，我会去的。妈妈，你一定要来，你一定要来。你知道他妈妈在做什么？在捡破烂。我们现在叫好听叫资源回收，以前叫捡破烂。我有酒缸还没有，汽车三轮车在捡破烂，他是推着车在捡破烂。然后他就带他妈妈来，在结婚的时候，大家打关系掉啊，这场面好大。突然有一个穿着，不是说衣衫破，那个反正就穿着一个很旧的老妇人，就这样慢慢走进来。那个王强一边结婚典礼快开始的时候，就在那边东张西望，就看到我妈妈来了，他就冲下去，把他妈妈扶上来，全部的人都瞪着眼睛好大。这个人是谁啊？连那个岳母，人家的太太、那新娘都瞪着，这个人是谁啊？穿的看起来就是，反正就是虽然破烂，但是衣服还算干净，但是就是很穷的人嘛。他一直到上面来，他就跟他们讲，这人提供，亲爱的岳父岳母，我亲爱的太太，在座的各位来宾，实在是很抱歉，这是我的妈妈。你不是说你是孤儿？这是我的妈妈，我也不敢讲。他是在垃圾旁边捡到我的窝，本来是个弃婴。人家我不知道我的妈妈死了，把我丢在垃圾旁边，他在捡垃圾，看到我就把我捡回家，抚养我长大，我念书，他根本舍不得，连饭都舍不得吃，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让我能够念到大学。我结婚，我难道不应该请他？各位请原谅，太太请原谅我。他在想的时候，全员都安静下来。他刚转过头来要去跟他岳父岳母鞠躬要致歉的时候，突然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岳父岳母冲上去了，抱着王强的妈妈王奶奶。恩人啊，我终于找到你呀！哎呦，恩人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全场人都很安静，他的爸爸把麦克风拿起来，各位来宾。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当初我跟我太太来城里找工作，我们两个所带的盘缠，我们两个所带的薪水，我们所带的钱已经没有了。我们连续2天没有吃东西，我们两个半夜在街头，我们在想说我们去喝，我们都用喝水的，去喝水，就是好饿。我太太又在生病。又发高烧，我就扶着他。我在想说，早知道我就在山里就好，乡下就不要出来。突然看到一个人推着一辆车在捡破烂的老太太看到我们，你太太在生病呢？我知道，赶快送医院啊！你没有钱哦？不管了，我有钱，赶快送医院。他把他的那个车子里面上面的垃圾都全部。把他丢出来，把他太太放到他的垃圾车上面去，就推着那个先生就推着奶的垃圾，对，推到医院。以前啊，清一色一直讲说先去缴钱，
他那个先生就一直不讲话，那个欧巴桑一点都不讲话，立刻去缴钱，缴完钱就在那边1个礼拜就康复了。康复有个先生说：“对不起，我有工作，我已经赚钱还你，还没讲这个事情，不要讲这个事情，出门在外大家都有困难，不要讲这个事情。”然后他问他：“你们有地方住吗？”知道，你们没有地方住，对不对？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来我家住。可是你们要那一点，我家很脏，而且是在天桥下的一个违建。没关系，有地方住就好。他太太康复以后，2个人就随着这个老太太，随着这个捡垃圾的太太到天桥下一个很破烂的房子，只有一个小小的床铺。他说：“这个给你太太睡。”我们2个就睡在下面就好。先生说：“这个是不好意思啊，这是在你的床铺，我们2个睡下面就好。”不，你太太刚生病完，你是睡上面，等到她身体比较好以后，说对不起，把你打扰很久了，我们应该再出去找工作。你们出去找工作很难啊，身上你们有没有钱？没有嘛，对不对？他就开始翻箱倒柜，找一些很皱，已经很皱巴巴的钱。他说：“不好意思，我虽然赚了一辈子，也赚到这3万块钱，这3万块钱给你们。”不要啊！那你怎么弄？哎，我每天捡垃圾都可以生活了，以后捡垃圾就3餐都吃饱了。这个钱你拿走，不要走，你就拿走，你就什么名字啊？你不要管什么名字啦，你就拿走就对了啦。他们2个就拿这3万块钱开始找工作，慢慢的从一家小工厂到大公司。说他们2个夫妻2个就拼命的去找这个太太。他想说你说赚钱，他应该去找这个太太，结果去找这个王奶奶啊，有没有找到？没有，为什么？那是违建被拆除了，那个地都被清光了。程度很大，找不到就找不到，他们事业又很忙啊，礼拜六有空就开始去找，都没有找到，2个就想说什么时候才找得到？这么一晃，就这么几年过去了。今天突然看到各位来宾讲，我奶奶啊，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哦。我奶奶说，笑一笑，怎么这么巧？就今天来。哎呀，今天生活好吗？我很好，我很好，抱着他，各位宾客，这是我最大的恩人。今天他来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一个上帝所喜欢的妇人吗？你们手有余力，你就有行善的力量，就不要推迟。当一个人在挨饿的时候，你跟他讲说：“我替你祷告。”你为什么不给他1块面包？当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他需要你手伸出去帮他忙的时候，你要讲没关系，我替你祷告。你手有行善的力量，那个祷告是要加行动。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就像我上次所讲的，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是谦卑的心啊，卑微的事情必为神重用的器皿。让你得胜有余，能够成就神所喜悦你做的事情。神所喜悦的妇人，全心信靠神，有行善的力量，你要去做行善的力量。你有信心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就要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得到我们的恩。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行善的力量，我们一定去做，让我们成为主你所喜欢的妇人。兄弟姐妹都是神你所喜欢的，求主你悦纳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是咱来唱季后朋友支持耶稣，咱唱台语、华语各2节哈，是真请起立来唱圣诗和白歌唱。唱台语。
上行385首，咱今次煞只蔡长老弹十道。
的面前，都凭着信心祷告，蒙神悦纳。愿你们的一生一世都有神的恩典慈爱伴随着你们。愿主啊所给的稳定，你们兄弟听他圣神的相通，加定上甲彼得对这时到永世代就说阿门。张医师哈，是乡里教会，伊太太在公主哈，是徛咱厝边，若时间，等小咱就会带我来交通，请坐，多谢。政府嘛有看到泡泡的阿姨，迄个阿姨吼迄个阿姑吼，阿姐吼，今日就干了，看到迄个吴进生的朋友吴进吉先生，捌来过啦吼，现在聚会煞来再互相来沟通吼，来请安。这时咱家己来看报告，咱先来看，因为咱教会2礼拜拢有周报，所以顺序单顶头迄个奉献的名到较济，请家己来看，若定当，咱礼拜煞大会计吼，大无资金之事，小提名讲一下吼。来，咱家己来看消息报告。咱迄个后礼拜要召定期中正会，请迄个老客人来中正来讲，请中正们先来参加。具体交通，咱小等特别为着迄个做伊热肠的以后，伊会健康，生一个迄个，敢若息肉啦，手术了后，佫直啦吼，会影响到移民吼，才会咱有祈祷。为着迄个罗杰斯吼，伊肾功能他指数升一点点吼。但是照到伊迄个执事娘，感觉身体变成39点多公斤吼，晒去吼，咱就对伊来祈祷吼，真操心，咱就来祈祷。继续就传一个祈祷，是感觉咱内底人身躯无爽快、无轻伢吼，小人车带着特别为着因来祈祷吼。过来，咱迄个后礼拜吼，迄个慈丰淡江村礼拜心吼，准备来。迄个参加，咱小组有一个活动吼，就是伫3月2号到5月25号吼，每个礼拜一上午10点到12点有一个长者圆满私人的课程吼，欢迎大家可以一同参加，不一定卖15个，你有感觉你有点失智吼，那我再参加。好来，咱请大家插丢了，还是来我重问一下，没有失智的也可以参加啊。虽然我有点失智，我们为了那个录技术吼，伊技术人员给他鼓励啊，伊本来技术人员身体就不能嘛不真好吼。咱为着咱能够在讲迄个鼓励小朋友来祈祷，咱为着佩珠姐100哈，13秒。包你了。保证来祈祷，伊身躯无真好势吼，为着咱配拜3要去检查吼，咱为着咱久久咧期待吼，咱这件技术吼，加咱的迄个彩云节吼，伫遐特别祈祷，也是咱家己中间有心里欠的人，我们先默祷，在神的面前，众人祷告，一人祷告的力量是大的，众人祷告的力量，神必垂听。因为神说：“只要你自卑在我的面前祷告、认罪悔改，我必赦免你的罪，医治你的地。一人祈祷的力量是大的，只要你们举起圣洁的双手一起祷告，神必垂听你们所有的祷告。”望我主在我哋面前
在祈祷。你知影阮活的世间，是要互阮用阮的活命做活外祭，成为活祭献在主你的面前。阮将这活外祭主你的面前，主你的感恩，主你的欢喜。我们做一个小朋友，伊即马因为伊的鼻腔要去手术，自从要的手术过程非常顺利，我上帝你加塞到底底，不论这身躯也无通好势，自从你看过伊。也班长伊，做过你照顾彩云节，做我看到伊，目睭已经看人，精神较精神，做过你互唤起伊的精神，有情迄个精神交流较做伙。我看彩云节真紧的当回复，照顾伊人也得到上帝你特别祝福。做关注伊的少年，阮的查某囝佩如，伊拜三去看医生。做讲你，阮有信心伫个面前祈祷，做讲你合你的旨意，做叫你食，做你的旨意伫你的面前得到记，一直阮伫你的面前迫切祈祷，互伊目睭渐渐恢复得光明。做你的班长照顾阮中间一定身躯嘛欠咱，年纪较大，阮遮个老兄弟老姊妹，做讲你特别祝福伊，班长你，阮继续你的日子。互伊世间的自动上帝你在甲底底，也帮遮照顾身边受到伤害人，每一个人手注意顺利保庇的圣手，压榨无因的心。我在遮心内真艰苦，圣是用讲袂出土开替我祈祷，圣灵有说出的祷告在帮我们祷告，求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为我们做主，让我们活出基督。那我基督细求你，我们每天活的就是基督的样式。虽然我们不是基督，但是我们尽力学基督的样式，让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得着神的怜悯，得着神的垂听。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的祷告，求神灵悦纳。我们迫切的祷告，求神灵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咱开始来小组是查考一个录音吼，小组在讨论，这是咱要请圣光对咱请教会我，愿上帝照顾你，每一个人拢得上帝照顾，后来搁落开咱头到天去咯。咱几位啊来讲平安，特别今日第一届来吼，来请安一个来，等候将来行平安礼。